民国67年接受南台南家扶中心帮助的青年为安全，伫事业有成以后，抱着吃果子拜树头的心，决定用行路环岛，展现家己无同款的人生经历，甲社会回馈。中秋过后，9月12号，伫师兄师姊的鼓舞，以南台南家扶中心作为环岛的起点，将展开长达1个月的公益愿望。预计10月13号回到台南。这个计划其实我很早就有在想了因为最近工作上都还蛮稳定的，然后想要执行这个计划，因为我从小就在教扶中心接受他们的帮助，然后之后我国小6年级的时候去仁爱之家，深受政府的帮助，还有各我们县市的里长，然后帮我们介绍去家扶跟仁爱之家，我心里非常的感到温馨，也感谢政府的资助。为安全面对这段行路环岛行程，伊讲其实无特别训练，而且佮坚持家己一个人行。虽然会有体力甲天气顶未知数的考验，不过伊强调会靠一份勇气来完成。去环岛的话，我并不会觉得惶恐，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勇气。只要有勇气的话，就算身体不是很健全，很好，但是只要你有这个勇气的话，有这个毅力，我想我一定会完成这个环岛的计划。这是公益圆梦哈。对对对对。为安全事业有成以后，嘛担任过真善美赛主会第29届会长。这回行动嘛要感谢太太支持，予伊无后顾之忧，而且明年3月也要继续到澎湖、金门、马祖3位外岛的家扶中心，用双脚行出全台感恩之路。台南新闻，阮志林跟采访报道。